乡亲啊，煞来看这个民进党党主席的补选，只有副总统赖清德一个人参选，这一定是会当选的。重点是爱看这个投票率。讲民进党伫南部的大票仓投票率无理想，都参台南区，这是赖清德的本命区，投票率嘛只有15%半。外界认为赖清德身为各县市向党员来报告，看来也是无法度甲对民进党失望的支持者甲因靠倒来。严过民进党的立委是帮忙讲话，讲投票日的天气无好，加上南部因为党员较多，安尼滴算算咧，才会甲投票率甲扭价。因也是看好着赖清德会当带领民进党。赖清德当选台湾的总统，好唔好？民进党主席补选日支持者话讲爱赖清德选总统，民进党内什么人上可能成为2024年总统大选的提名候选人？依照台湾民意调查的基金会调查显示，讲赖清德目前的支持率上悬超过一半，是5.8%，陈建仁是1.7%排第2名，苏贞昌是5.9%。投票结果由1号赖清德同志胜出。赖清德当选民进党的主席，伊嘛透过面册发表声明，表示讲，补选结束是民进党赢回人民信任的开始，感谢所有党员同志透过党内民主机制，传达对民主进步党的疼惜甲鞭策。即马赖清德当选党主席，后一届总统大选，党内嘛有真悬的期待。是讲即摆党主席的补选投票率全国上低县市，是立赢执政的县市高雄市，总共开出5161张票，投票率干那10%。连台南赖清德本命区的投票率嘛只有15.5%，另外号称新北立赢大票仓沙田埔芦洲投票率嘛干那只有14.4%，这是新北全区的尾2名。外界认为讲，铁票区无踊跃，可能展现民进党党员有人对党内失望。因为高雄的这个党员数是最多了哈，所以当然，相对上面它的比例上会比较低一点。高雄的投票率是8%。那这次高雄的投票率是10%，事实上高雄也有进步一点点。要参选2024年的总统，赖清德必须在初选前提出成一个具体的主张，才当替家己找到出路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